当时间开始，李明赶紧提起粽叶啊白肉粽，这是安平区平安里所发起的白肉粽比赛，以粽的角度、美观和完整度作为评分标准。体验组是济无白过粽的里民参与体验，由济拄家老师现场教学。立委林俊宪嘛到现场请到卫生群来体验白粽。好玩啦哈，然后同时可以非常有意义，自己做的粽子一定会特别好吃啦。安平上高组的里长蔡丹阿丽，除了伫现场传授白肉粽的撇步，嘛准备700粒肉粽，向里民分享。今年的食材逐项拢起价，也阁坚持用料袂手软。确保每一粒粽拢是在地好滋味。我这个年的，我就想讲，我会当，就是来教遮少年的，互大家会晓遮。咱若有时家己要捌，咱就会当包括互囡仔食，还是讲互咱厝边头尾安尼。有白肉跟熟肉，三层肉，这灰包起来再吹，所以它吹完之后，你看它的油光，它可以遍布在每一颗糯米里面。真的是非常好吃哦！只要食过里长的粽，拢学到到会得志，保证外口绝对买无。连总统赖清德嘛非常介意食，因此透过活动，希望互更较侪人甲白粽的传统文化甲技巧学起来，代代传传落去。台南新闻收快采访报道。